今日就離開吉隆坡啦，而家就搭飛機去下一程啊！好啦，離開啦。離開酒店，乘電梯往1樓，跟住係步行往 KL Central 巴士總站。路線其實唔太複雜，只要穿過 NU Central，乘電梯往地下低層 LG 就係啦。好，起程。青春的尼泊爾舞起，印度恒河映照古老晨曦，看過越南夏貨，還有泰國利益，腳下每寸土地都有不同的氣息。萬里路帶我走，到那時光的盡頭，看遍繁華歷經滄桑，萬里路帶我走。日本的煙花落在深秋，台灣的香濃溫暖着心頭，那些過酒杯裝滿快樂憂愁，即使認住呢個 NU Central Mall 咁就好易嘅啦。萬里路帶我走，到那時光的盡頭，看遍繁華歷經滄桑，萬里路帶我走。耳邊傳來遠方親切的呼轉右邊行。那是最初出發時的那份勇敢，縱然走遍了世界，轉了一個大圈，才懂平凡的歲月才是最美的終點。星光下認住呢個格。燃螢火，回憶這幾十年沒白白活過，跨過多少邊界，走過多少四季，所有的離合悲歡都是生命的恩惠，萬里路帶我走，到那時光的盡頭。認部 lift。看遍繁華歷經滄桑，萬里路帶我走。跟住帶部 lift 落去 LG 就係巴士總站啦。走漫長的路，萬里路出去就係巴士總站嚟啦。帶我走漫長的路，看見了四季也有我目，帶我走漫長的路。前面有 ticket counter 嘅，我哋去 KLIA2，係飛咯，淨係收現金啊 ，cash only。喺嗰邊嚟呢度咧就係 cashless，呢度啱相反，淨係收 cash。好順利啊！嚟到巴士總站咧，一買飛即刻上車，竟然可以買到8點半班車。係趕到搭半。係咯，諗住搭9點班車嘅，冇所謂啦，早啲去到。但係朝頭早啲巴士都唔係好爆嘅，喺機場嘅車程大概1小時，即係咧9點半我去到機場嘅啦。今次時間充裕，所以搭巴士車費係15蚊。其實幾年前我哋咧趕時間咧搭嗰架 Express 嘅火車咧55蚊，咁而家要去到70蚊要去到。所以啲人話我傻啦，你兩個人應該係搭的士啦，的士應該係都係80零蚊嘅，所以我哋係有次貴咗。呢個個 control tower 啊，好啦，到機場啦，好順利嚟到吉隆坡國際機場 Terminal 2，即係 KLIA2，9點半。OK， 我哋下一站係飛去耶加達啦，冇去好多年啦。好啦，而家入去辦理登機手續。有幾個 level？ 我哋而家 level 1。我哋係去 departure 就係 level 3，OK。level 2咧就好嘢食嘅。2M 咧都有快餐店嘅，不過冇下邊 L2 咁多，譬如 Burger King 啊、Texas 嗰啲咧，要食嘢就去 L2。因為排隊辦理登機手續，原來係要收手續費1%嘅，跟住佢又鼓勵我哋咧用啲自助 check in。
都簡單嘅，輸入你個 order number 咧，跟住確認 password， 跟住 train 個 boarding pass 咁搞掂，好順利辦理完過關手續，而家就行去登機入口咧。晒頭喎！已經嚟到登機閘前嘅候機室，只等咗一陣，登機嘅廣播響起，我哋沿登機橋慢慢步入機艙。嗱，登上個飛機啦，2小時多啲就到耶加達啦。民證書。不久，飛機慢慢滑行至跑道，隨住一陣強大衝力，龍龍一飛沖天，正式展開呢旅程嘅第4站，向印尼雅加達進發。今日叫一餐烤雞 roast chicken， 20個馬幣。燒雞薯仔餐，杯嘢飲咧。我嘅飛機餐係買嘅，唔係連買嘅。海南雞飯。飛機飛行咗約2個鐘之後，當睇到舷窗下逐漸靠近嘅陸地，知道已經進入咗印尼嘅上空，闊別咗30幾年嘅印尼，我哋再嚟啦。飛機飛行約2小時15分，喺當地時間下晝2點30分抵達印尼雅加達嘅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嗱，好輕鬆啊，好容易嘅，辦理咗入境手續啦。而家喺入境大堂啊，陣間睇下點樣搭火車入市區先。印尼雅加達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嘅鐵路系統由2個部分組成，機場內部嘅 SkyTrain 捷運同埋連接市區嘅機場鐵路。SkyTrain 捷運負責連接機場各航廈 Terminal 1 SHIA 機場火車站 Terminal 2同 Terminal 3，採循環運行路線。Terminal 1同埋 Terminal 3可以視為起壓站。由 Terminal 1開出嘅列車會停留 SHIA 機場火車站 Terminal 2，以 Terminal 3為終點站。反之，由 Terminal 3開出嘅列車會停留 Terminal 2 SHIA 機場火車站，以 Terminal 1為終點站。SkyTrain 對所有乘客免費開放，無需購票乘搭。至於機場鐵路，從 SHIA 機場火車起點站出發，駛往雅加達市中心，主要停靠市中心嘅印尼國家銀行城站，終點為芒加萊站。我哋喺雅加達入住 Autotel Hub Simpang Temu， 最近嘅機場鐵路站係印尼國家銀行城站，而家就乘火車往呢度。好，我哋而家先步行往 SkyTrain 捷運 Terminal 2站。嗰個標示啦 ，SkyTrain to T3 Train Station T1。
個 SkyTrain Station 咧冇得指示嘅，要去都幾麻煩。你個門口就有個指示啦 ，SkyTrain to Station T1 to T3喺度啊，上去。我哋已經嚟到 SkyTrain 捷運 Terminal 2站，因為 SkyTrain 係循環運行，所以兩個月台都可以往 SHIA 機場火車站嘅。不過月台 A 會先往 Terminal 3，再返回 Terminal 2，然後先至往 SHIA 機場火車站。我哋當然喺月台 B 乘 SkyTrain，下一站就係 SHIA 機場火車站。喺月台 B 只等咗一陣，就登上咗 SkyTrain。Di Kalayan, pemberhentian selanjutnya stasiun kereta bandara. Welcome to SkyTrain. Next stop is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Sesaat lagi Anda akan segera tiba di stasiun kereta bandara. Selamat datang di stasiun kereta bandara.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Welcome to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去 train station 搭火車去市區咯。好，跟住人行啱噶啦。Train station 指示都幾好嗱。跟住嚟到售票大堂，好彩得到車站職員熱心幫助，成功用信用卡喺自助售票機買咗往印尼國家銀行城站嘅車票，票價每位85,000印尼盾。我哋已經登上咗列車，都幾順利㗎啦。頭先諗住去買張 Visa 咧，原來係冇嘅。即係機場嗰個服務員咧同我講話，即係用 Visa 就方便啦嚇。都知佢幫我哋就買咗2張車飛，跟住就好順利上咗火車啦。跟住而家就去酒店啦，希望間酒店係靚啦，因為住8晚啦，都知係包括啦，買完嘢都有鬆嘅。喺機邊硬腳啊！嚟到我哋酒店嗰個車站啦，我哋喺雅加達入住 Art Hotel Hub Simpang Temu，離車站唔太遠，估計步行約10分鐘。好，而家就步行往酒店。我嚟印尼好多年啦，30幾年啦，靚好多咯啲車站。萬欣產冚到幾正，又同台灣、日本都睇嚟都差唔多嚟嘅。喺度好靚喺度。出咗站之後咧，繼續向前行。今啲喎有 BB，唔好周圍去喎，佢想揾老細啊！我喺車站裏邊嘅，呢個車站應該係而家係最大車站嚟嘅係。繼續喺啲橫街穿嚟穿去。拐幾個彎，見到呢座咁靚嘅大廈，就係我哋嘅酒店啦。The Art Hotel Hub 啊，睇嚟唔錯喎。
12樓係個酒店 lobby 啊，12樓就係 lobby 啦，跟住房間就房間9樓、10樓、11樓，我3層嘅，好方便啊！打風落雨你唔驚啊！3樓係 food court 啊，好啦，睇下個 lobby 點樣先。好靚，有共享空間。哇，唔錯喎，個標仲好正添，你睇嚟應該啲房間應該個個係正標嚟嘅喎。酒店大堂空間寬敞且充滿美學感，將現代感與獨特嘅藝術點綴融為一體。大堂區域唔單止係接待處，仲設有咖啡廳同埋共享工作區，俾住客可以喺度互動或進行臨時商務會面。1011啊！離開箱我哋入住嘅豪華雙人房，面積269平方尺。房間尚算寬敞，牆壁上裝飾咗印尼在地藝術家嘅作品，色彩鮮明，充滿設計感。房間劃分咗工作與休閒區，設有舒適嘅沙發同台，可以喺度休憩同工作。因為我哋喺度留宿8晚，所以對呢個房間嘅期望甚高。房間設施齊備，床頭兩邊都有電插座，仲有電冰箱、熱水壺、咖啡機、保險箱等等。房間擁有大片嘅窗戶，視野非常開闊，可以俯瞰雅加達繁華嘅都市景觀同摩天大樓。正。浴廁同樣寬敞整潔，設計採用乾濕分離，將淋浴區同洗手台、馬桶分開，保持地面乾燥。呢個係一間4星級酒店，總嘅嚟講十分滿意。我哋喺酒店3樓 food court 吃晚餐。喺雅加達第一個晚餐有少少挫折啊，因為咧喺街行去咧都揾唔到餐廳嘅，得翻啲小販啊，即係坐喺街邊食嘅。卒之兜幾個大彎，失望而回就翻嚟我哋酒店嘅大樓嘅3樓 food court 食晚餐。而家等緊就呢間啦。因為咧，點解要揀呢間咧？因為事頭婆識講普通話。係啦，係唯一嘅原因。不過其他都唔係咁啱㗎啦。我都諗住點解雞髀簡單。係啦，食雞。其實啲 food court 咧好多檔嘅，但係咧唔係檔開嘅。係啊。得幾檔開啫，其實冇得選擇嘅，你根本係嚇。仲有啲都差唔多收檔㗎啦，真係嚇。呢個係我嘅炸雞，嗱加個豆腐。都係啲青瓜配個白飯，仲加個推介嘅酸辣湯。Kathy 嗰個咧同我一樣嘅啦，不過佢唔加豆腐咁解啫。好，今日就到呢度。未來嘅2星期，我哋將會重新認識呢個國家。闊別30多年嘅印尼，改變會有幾大呢？下一個影片再見啦！推開窗，又是陌生的清晨，遠方的風聲喚醒了靈魂，這雙鞋陪我走過無數黃昏，才發現漂泊已成了體溫，才發現漂泊已成了體溫。曾看過撒哈拉落下的星，曾看過撒哈拉落下的星，也聽過冰原裂開的聲音，有些苦藏在酒杯，化作泥濘，又寫了寫在陌生的眼睛。看那聽把松樹靜靜守在山巔。